每天上午11点，位于都江堰新城区的桂妈上签串火锅店就会忙得飞起。沸腾的锅子里浓汤翻滚，事先串好的各式花样食材在汤锅中上下翻飞，涮熟的串蘸上秘制的干碟蘸料，仿佛曼妙的肌肤相亲。桂妈上签，顾名思义，店里的头号人物正是桂妈本尊，是她掌握着火锅料理的看家绝活，且不传外人。一般来说，通晓绝技的一帮之主通常是不苟言笑的，然而桂妈却属于高手，但并不高冷。我们火锅就是鸡油为主，清油为主，吃是以香淡型为主哈，吃不上火的。在桂妈上签店里吃串，你经常能听到加油加油来喽，这不是什么街头暗号，是喊店老板给客人的火锅里加鸡油。鸡油锅底是桂妈上签的招牌特色。鸡油的来源呢，就是定点给我们送的，专门有送土鸡油的给我们送起来，还要加香料。正所谓无骨不浓，无鸡不鲜。鸡腹内的脂肪柔软细嫩，因此油脂很容易渗出。一招鲜就已经能吃遍天，而这种底料还只是桂妈的杀手锏之一。我选用的这个海椒呢，12斤条海椒，是最好的上等海椒，要很小的火慢慢来炕出来的这个海椒又不糊，而且又香又不辣。干辣椒、花椒、芝麻以及私家香料经纯手工研磨后，虽然看上去泼辣香艳的能将食客拒之千里，但是吃起来却如此的平易近人，只需要用舌尖舔上一舔，就会瞬间让人从望而却步切换到欲罢不能。你慢吃。好，谢谢。慕名而来的各地食客让桂妈每天忙得没有时间歇脚。在平日里难得的一点休息时间里，桂妈会用自己的方式放松一下。桂妈弹琴只弹黑键，不弹白键，听起来旋律无异，但这种颜色的选择却像极了生活遭难后桂妈的自我封闭。我换着就想他，你看16年了，我事情还要想。那一天03年6月26号那一天是我人生的最低点。突然这么一次打击，真的当时你是五雷轰顶，我都没得法了，我表无法接受了。那一天，彭兴，桂妈唯一的儿子，意外地从高处跌落，造成严重的脊髓损伤。损伤造成的瘫痪，使得彭兴下半身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只能靠轮椅生活。终于在2009年的一天，彭兴决定用另外一种态度面对生活。串是我的一个梦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从小，我们这个家桂妈上签的前身叫蒋婆婆麻辣烫，是我外婆在88年在都江堰就开了第一家麻辣烫。1988年，彭兴的外婆在都江堰开了第一家麻辣烫店，马上风靡一时。蒋婆婆麻辣烫的味道是老一辈都江堰人的美食记忆。从小跟着外婆穿肉穿蔬菜的彭兴，懵懂地记得那时的味道。他决定靠外婆的串火锅，让自己的生活重新有些亮色。而一直关心儿子的桂妈也决定再帮儿子一把。这次他们希望抽到的是生活的上签。反正就尽量选好的嘛，反正你晓得那几回不好的，我叫你退货，对不对？自从开店第一天起，桂妈就坚持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开始忙活。彭兴也在店里承担起了员工的管理工作，一直不离不弃的妻子，更是辞掉了公职，和家人一起面对全新的生活。2019年，桂妈上签迎来了10岁生日，彭兴决定热闹一下，纪念
这不平凡的10年时光。妈去，现在脑壳不要去。好吓人！哎呀，菩萨保佑我们的。聚会上，彭兴没有多讲，他把对家人的感激都记在了心里。10年过往，伤心往事不提，继续筚路蓝缕，这是大家的共识。不要总问为啥子，而是要看以后做啥子。这是属于四川人独有的乐观。桂妈和彭兴一家人用10年的光阴，画了一道沉沦、绝望，继而沸腾向上的美妙抛物线。这样的生活虽说有些跌宕，但却真实美好。